好来，继续来看国道警察伫台74线路台中乌日的交流道口，发现一台车牌已经注销的轿车，就要甲查落来检查。结果这个驾驶可能是有犯代志，心虚，伊先甲车驶离开现场，刷落去是探头前大踢车，驾驶甲车顶滚来的乘客是直接落车白内浪，当然最后也是走无去，总互警察看起来。 路交流道所在有真侪台车辆当伫咧等红灯，所一个穿乌衫查甫人雄雄走出来走敢若批，佮跟对边仔车辆同齐正法撤毁机车道，险啊特别甲伊弄掉。警察看到嘛赶紧溜过去，行来因烧料的所在就发生伫咧昨下晡上北快关交流道路段。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两位穿乌衫查甫人敢若是为着要闪避当伫咧巡逻的国道警察，因无顾边仔佮有真侪台车辆。 就安尼，甲车等的人讲，伫咧交流道中画面真危险，过无偌久，搁伫咧等阮的所在，和另外一位查甫人会合。该车遇检查时并未停车，反而往台74线台中方向驶去，途中遇前方塞车，车上乘客下车逃逸。 乌色轿车车头和引擎挂拢有淡薄磨损，国道警察巡逻伫咧国道3号快关交流道看到这台轿车，车牌号码早就已经注销，嘛来调查到这位外籍驾驶，想要到几个乘客敢若心虚，趁头前他车竟然落车刷甲紧走，互警察看甲杠杠起。经盘查驾驶并无可疑，遂依规定治单处理，后续将对车上乘客做继续的追查。 依照规定，若是使用注销或者是吊销的牌照驶车上路，上最扣罚10800。一定人甲轿车等的浪杠栓，若要面对警察的调查，嘛可能收到罚单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